過來看呢，係一個金球獎嘅呢個報道，今年70位世界作曲家池上賢係花蓮鳳林客人，伊用一條客家民謠《鹿太義》做主題創作嘅鋼琴協奏曲，入圍今年嘅金球獎傳統類最佳作曲人獎。伊咪係國內有名嘅指揮家，是去德國留學6年，主修鋼琴作曲團指揮。國家交響樂團總監李壽嘉也是比較高。池上賢團喺客家中成長嘅飛躍，結合西洋古典音樂創作，展現出伊對鄉土同民族嘅關懷。當鄉調嘅節奏融合東方風格嘅旋律，彈出鹿太水家下嘅情景。一條鋼琴協奏曲《鹿太義》係作曲家池上賢喺1985年用客家民謠做主題嘅4條創作其中一類，一擺收錄喺國家交響樂團發行嘅演奏專輯《樂典流》當中。今年2022年入圍第23屆嘅金曲獎傳藝類最佳作曲人獎。現代音樂哦，古典嘅現代音樂清朗堂，大部分都很艱深啦，就是不容易接受。啊，挨兩條吼，太加糖的似的，那太深入來，還沒有抹下得清前味啊，那個。池上賢嘅阿爸係牧師，故所佢從細就喺教會彈琴，啟發了佢對音樂嘅興趣。做成人家下啲戲院，有一擺談到貝多芬嘅命運交響曲，震撼嘅旋律，佢咪調一擺體驗到古典樂嘅獎，變做佢下後去德國留學嘅親太動力。那個時候你談都有古典音樂哦，古典音樂，那個時候沒有嘛，你突然談到震撼力很強，就感覺哦，你按好彈，你就上來去學。轉來台灣國後，受到邀請做台北市立交響樂團指揮，和落實音樂教學。無限嘅指揮同教學工作以外，池上賢還無停並且用客家民謠、山歌做主題來創作，結合西洋古典音樂，彈出客家風情。小學嗰時吼，老朋友傾下去風流咩？哦，啊，朋友要創客家歌，要分笛子啦，編笛子客家歌，那個印象真深，啊，你啊創山歌嘅人真少咩？會創嘅人真少，吼，留下來嘅攏真實嘅年代。同學音樂嘅池上賢，因為音樂已經變做佢生命嘅一部分。客家歌謠嘅淳樸同熱情，其此度動有面風。一般認為唔但唱，顯聽池上賢對本土音樂嘅貢獻，未看到伊個客家式音樂家對民族同鄉土嘅關懷。客家新聞龐建祿、陳鳳薇特別報道。